月明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启动灭世阵法？如果真是和上古有关系的话，我的事世间无人可及。那又如何？这些年，我们一起面对了多少困难？若你不曾试过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帮不上你？月明，你我都不是少不更事之人，我若是将你设陷其中，反而会害了你。那便害吧，我连死都不怕，更不会怕与你有关的事情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数10万年，我们一起降生，一起长大，一起并肩作战，多少次生死与共，多少次大罪酩酊，多少次生离死别。其实我想，月明，月明，月明，月眉圣君，我是想阻止妖神灭世。我杀了你！不要，别让。